更好。搁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家己对清朝时代来到日本时代，一间出名的故事——味道诗。有一个女性的诗人张李德和，捌写汉诗，描写味道诗透早天拍蒲光的钟声，感动人。诗句见面讲：一吐口残，思色停。诗人八掌尽涛声，梵音断续临平静。一韵悠扬玉浸情，宝座莲香生曲梦。县桥林道挺佳妙，机会五足汉山响。流量超尘敬众生。是啦，一吐口残，就是讲钟声卡落去，思色去。迄日头拄啊好，长要出来，天拍蒲光。啊，这间味道诗，诗人八掌尽涛声。家己句声，袂输敢若一粒桃啊，所以家己有人称呼做涛声。八掌溪边的味道诗，天还袂光，咱内底的比丘已经伫咧上经，梵音断续，一韵悠扬。临平甲玉金山拢伫关仔岭迄边，表示讲甲味道诗遥遥相对。听到这个上经的声，心头会清净袂？看到味道诗的佛像，宝座莲香，当然有真侪凡尘颠倒梦想都会觉醒，安尼又在生曲梦。还有记日本人来了后，八掌溪顶做铁线桥，咱即摆咧讲的吊桥，所以有人原来食饱趁牛早，县桥人道挺佳妙。遮早吼。天还未光咧，就有人已经赶路要行过铁线桥了。啊，听到这个钟声，诗人张李德和讲：机会五足汉山响，流量超尘敬众生。咱知影出名姑苏城外汉山寺夜半钟声倒客旋，迄就是咧提醒众生讲啊，风尘茫茫渺渺，爱觉醒咯。咱味道诗的钟声比较汉山寺。悠远也无较输，诗人这首诗描写味道是早起时的钟声，感动人，优美。